耳其城市举行支持东突厥斯坦游行，土耳其内夫谢尔市举行支持东突厥斯坦示威游行。人权与自由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内夫谢尔分会的组织下，数千人聚集在该市的主要街道，高举东突厥斯坦蓝月旗和土耳其国旗，举行支持东突厥斯坦示威游行。内夫谢尔个人权组织参加游行。中国情报战白热化，随着中美在贸易战的后台进行的情报战，将冷战进入数字化阶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专注于中国的数字情报活动，其目的在于技术间谍。中国被指控在一些国家，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到加拿大和印度，特别是在技术间谍活动中从事间谍活动。近年来，中国在国内使用情报和监控技术，已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。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倾向于中国和俄罗斯。此前，特朗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如果沙特政府杀害了卡舒吉，该国将面临严厉惩罚。对此，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的沙特阿拉伯警告，如果一位知名记者失踪的事件导致美国对其采取惩罚措施，他将利用经济实力做出反击。经济杂志《新经济》指出，沙特阿拉伯很可能在武器和战略方面倾向于中国和俄罗斯。美国将退出导弹条约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条约，理由是俄方违反了条约规定。特朗普在内华达州出席活动时向记者表示，该协议限制了美国发展武器。我不知道为何奥巴马总统不退出条约，我们不会再让俄方违反该条约并继续制造武器。三国元首举行非正式会晤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20日在突厥斯坦州撒热阿嘎省度假村举行非正式会晤。会谈中，三国元首就相互合作，其中就经贸和人文领域合作关系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。